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6篇，以赛亚书第60章17节到22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25节，第5章的第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效法他。保罗在书信当中时常提醒基督徒应当要学习他所留下来给他们的榜样。但是保罗他也非常清楚地说，并不是因为要学习他们，而是要学习保罗他们所服侍的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基督，效法基督。彼得也这样劝勉基督徒说：你们蒙选召是按照天父预定的旨意，是借着圣灵而成的圣洁的，要顺服耶稣基督，并受他的血的洗净。愿上帝丰丰富富的赐恩典平安给你们。这是彼得前书第1章第2节的经文所说的。基督徒之所以受呼召，是因为上帝预定的旨意，也是受圣灵的引导而成为圣洁。这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形象所塑造的。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他提醒以色列的基督徒，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以再撒谎，每一个人都必须向兄弟说诚实话，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身上的肢体。你们若发脾气，不可因这脾气而犯罪，也不可生一整天的气，不可让魔鬼有机可乘。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窃，要靠双手和诚实工作，才能帮助贫穷的人。不要在言语上伤害人，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使上帝的圣灵忧伤，因为圣灵是上帝拥有了你们的印记，保证上帝释放你们的日子就要来到。你们要除掉一切的怨恨、暴力、愤怒，不可再喧扰和毁谤，不可再有任何的仇敌，要亲切仁慈相对待，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如同耶稣基督一样，因为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是要学习基督，成为基督的门徒，在生活上能够学习耶稣基督，才配得被称为基督徒。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突然在安提阿的耶稣基督教会与跟随者
被称为基督徒的原因有关。因为他们的生活就学习了耶稣基督的典范。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这样说：既然你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你们就必须效法他。你们的生活要处处表现爱心，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献给上帝。对于比较消极的做法，不是说不说伤害人的话，不做害人的事。积极的作为是说要去帮助人，说造就人的话，使听的人得益处。要除掉一切的怨恨、暴力、愤怒。基督徒必须效法基督。保罗说得非常清楚，要处处表现爱心，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你的诫命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道：你的人民要秉公行义，他们要永远继承这大地。我亲手造他们，我培养他们，为的是要彰显我的荣耀。你们最小的家要成为大族，最弱的族要成为强国。我是上主，在时机成熟时，我上主要使用这事迅速发展。秉公行义是因为上帝已经造了我们，也要培养我们，并且要学习从我们身上来彰显他的荣耀。就如同弥迦书第6章第8节的经文这样来说道：不，上主已经将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他要求的是什么？伸张正义，实行不变的爱，谦卑的跟我们的上司来同行。诗篇76篇。上帝在犹大人人认识，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人尊崇。他在耶路撒冷有住处，他的锡安山有居所。在那里，他折断仇敌的弓箭，毁坏他们的盾牌、刀剑、各种武器。上帝啊，你多么的光荣！你击败敌人，从群山回来，多么威严啊！他们的勇士所掠夺的都被抢光了，他们的战士长眠不休，无法反抗。雅各的上帝啊，你一斥责他们，他们的战马骑士就都死亡。上帝啊，你可敬可畏。你激发的时候，发怒的时候，谁在你面前站得住？你从天上宣布的审判，你一站起来宣判，要拯救被欺负的人。全地畏惧，默默无言。人的愤怒将使你更深颂赞。劫后余生的人要谨守你的节目，要向上主你们的上帝偿还所有许的愿。邻国
都要向他进贡，敬畏他，使他挫折王子的骄傲，他使他地上的君王站立。这下礼拜还会再有。恳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学习你，在效仿你的榜样，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